鸟绒一种晒晒的，问题有问题到一路和你和古绒了，应只用一个里，有主要你到里下你中你做保利闹了，用这到来天，要领导做给问题和你和古，应只用一个里。看看照片。这个地方不能活，这地方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向阳啊。这个地方不能活山的，让高总自己慢慢的走。这地方太陡了，不能活。哦，那个地方怎么下啊？高总，我下去下面弄一下。还有捉这个。哦，那个是应该是不行吧？太厉害了！高总，你捉那个，你拿着那个左手边那个大的，左手边那个。哦。有点滑这边。走。你还拿着一会把手机飞了，手机一会飞。哦，太危险了！我吓的。啊？样的他们拿了吗？不见就是他们拿了。刚才取了嘛？好了。